手指有滋味，就是享受无意义，兴趣欢喜爱培养，注重快乐无路用，要行受无这条路，就是心中为占道。 就是受着为占卜。 手指有滋味，就是享受无意义，兴趣欢喜爱培养，注重快乐无路用，要行受到这条路，就是受着为占道。 就是受着为占卜，要行受到这条路，就是受着为占道，就是受着为占卜。